来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，种菜上惊就是钓菜汤。毋则讲有真侪现代农民，因识真侪步数，要提防讲这菜汤来食菜。尤其过去我有真侪俗语，咧教人讲，你毋通看菜汤食菜呢。菜汤有时啊吼，原来会菜卡死。即句俗语话，永早若报地戏，咱常常咧听。菜汤食菜，菜卡死。剑客杀人也是剑下亡。你敢无听讲？进前郭金华老师50年前捌主唱一条歌，老达乡作词，7套人的目屎。伊歌词内底带口碑，伊就讲江湖的路真歹行，若毋是落脚，就是失去性命。只有是讲做一个小生意，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，这款的日子毋才会自在。这正正就是现代化人咧讲菜汤食菜，菜加死这句俗语话，现代解说意思。啊，毋过你甲想哦，有真侪人自作自端，伊毋是讲菜汤干那晓食菜，因为行上这条路啊，无回头的路啊，黑暗的路嘛，就要照常行。毋则永早人原来有一句台湾俗语，顶下句，顶句讲你这款人。大路唔行，行弯岭。不过这典故是做比拼的，因为下句才是重要。讲你大路唔行，行弯岭，原来就是要讲好人唔做，咧做歹囝。放弃父母，甲咱好的名，甘愿流浪江湖，互人叫啥？互人叫浪子啊！本来这个人叫做吴国忠，但是因为行唔对路，行对江湖去，人已经袂记伊的名。父母甲好，父母甲栽培，望伊就爱甲人有坐徛。人已经袂记伊的名声啊，只有是叫伊叫做浪子啊。黑暗的路，只有是望月娘照光回乡的路线。台湾歌敢无一再咧唱？菜汤食菜，菜卡死。真侪人自作自端，黑暗的路途难见光明，这款的心情，实在要反悔，有当阵啊也袂赴。毋则过去，我咱有一句俗语话，这是对民间故事来，咧描写讲啥做自作自端，就是讲林道乾造枪拍家己。按怎样讲造枪拍家己？林道乾是明朝尾真出名，东南沿海海贼，这甲蔡千这拢共款。永早历史拢有记载，林道乾互明朝官拍甲走对咱半边山去。民间流传呢，讲伊吼早18下南的金仔，拢去藏伫咧半边山内。毋则人一句俗语话讲，半边山18下南半。结果林道乾佫走对东南亚去，伊发愿。下心讲，我要做大炮，要做枪，要来向这明朝的官员报复。结果吼，谁知影讲，故事在咧流传，林道乾试炮，试到尾啊，家己徛伫咧大炮头前，碰一个大炮做了有成，拍死家己。这正正也是咱俗语话所讲的，自作自端。菜汤食菜，做大炮，有当阵会菜卡死，有当阵会拍死家己。黑暗的路途，就要回头，这才有命。